欢迎乡亲继续收看《华视台语新闻杂志》。香港反送中的抗争一届比一届激烈，有愈来愈多香港人希望会当来台湾避难，但是台湾的难民法为2016年草案初审通过了后，都无进展咯。其实已经有不少的流亡者伫台湾生活，譬如讲来台湾读册的中国学生，因为录制影片批评中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，怎啊无法度返去中国，当咧寻求伫台湾永远住落来。嘛有因为宗教的理由逃亡到台湾的中国人，这个年龄上细只有3岁。因目前的处境如何呢？来看咱的报道。他们认为我们教会是非法组织，取缔我们，抓捕我们的牧师，可能有一半的人都被抓进去了。在中国还有很多事情，他们因为宗教原因被欺负、被迫害，是大家都不知道的。最糟的情况，对，大家就是流落街头。遇到很强的敌人的时候，你就要发射，嘣！严肃的杂志当作平常上爱看的故事册，三者第一缺伫小小阅览室，袂当上课。一家伙6个人留伫台湾，不安的心情拢写伫爸爸廖强的面上。有这个念头，就是因为他们在教会里面，他们开始针对我们的孩子。我们看了这个信息过后，我们就非常恐惧。一个总统，我们说他是一个罪人；换一个总书记，我们照样说他是一个罪人。伊是四川成都求武圣约教会信徒。2018年底，中国政府强力扫毒基督教家庭教会，发出逮捕公文，指出因未经登记列为非法组织，强行处理。大批公安为伫教会攀查信徒身份，反恐的100多名信徒拢被逮捕。你们冲到私人的家里面，然后把人给抢走。廖强一家受到监控，出门口24小时公安驻守，感受厝内人安全受到威胁。2019年5月底，廖强一家秘密计划逃走。我们有姊妹就是这样的，他们抓进去过后，就当着很多的那些公安那男的，把衣服赶紧扒光，扒光过后就拍照拍，然后甩了一身又脏又臭的那个囚服给人家。有必要吗？是吧？教会的人基本上就是知识分子。他口口声声说他要尊重宗教自由，所以他设立了由政府管控的宗教。那政府同意的是什么教会呢？就是牧师讲道前的讲稿，政府都要先看过。那这个根本就不叫做宗教自由啊！因透过旅行社代办医疗旅游签证来到台湾，但是依法只会当踮14天，了后移民署以个案处理。因当停留3个月，当时协助因申请美国庇护，但是敢会当通过，也是被抵诉。一家靠6个人流亡的日子，依然是唔知要安怎较好。若是廖强只有3岁后生，是全台上细汉的流亡者。可是这些帮助大部分都是从民间或者个人而来，这样虽然我们生活还在短时间内还可以遭受下去，可是我想如果要长时间的话还是不够的，或者是给我们有一些暂时的可以工作的机会，我们也可以纳税啊。地震岛关怀的政府通常袂随便遣送流亡者，但是台湾无难民法，所以因只会当靠人权团体或者是朋友来救济。廖强过去是基金经理，伊靠着业绩硬体流亡的日子，但是有更较侪人伫艰困中度过。来台读书的中国学生李家宝就深刻体验。中国的时候，他并没有感觉中国有什么不自由，他甚至会跟这样说：中国很好啊，中国很强大啊。李会李家宝来台做短期交换学生，但是2019年3月，伊伫推特直播发表这话，互伊袂当搁回去厝啊。在青年时代，永远的被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坦克和子弹留在了那天晚上，天安门广场上的同学们。当时李家宝有所顾虑，暂调面容，不过最后也是被认出来，大胆言论，互伊成做第一位在台流亡的中国学生。那你住多久了？从8月底搬过来的，半个月左右。
这是台北师大附近的老旧眷村。另外一位流亡的诗人背领做出的所在，嘛是收容流亡者的大本营。所在虽然是乱，不过检警和将近10位流亡者有一个暂时的栖身之所。李家宝伫背领帮助下，唔免负担厝租。对，然后平时就住在这里。怎么会有这个？无到3平的房间，放一块定定的茶房床，无冷气，非常热。李家宝提出当初直播的草稿，刚才这个草稿就写12版。每天都很焦虑，我到底讲还是不讲？讲还是不讲？然后最后还是决定要讲。因为这篇对中共政权，我反对伊的社群网站有大批网军，有人是恶言相向，有人是温情劝说等于中国。但是面对这样的困境，李家宝讲伊无退路。假设说，10年之后还有一个，就是像今天我们在这边交流的话，我的回答我想依然是不后悔，因为很多时候人生并没有太多的选择，就好像就是说，到了一定的时间点就一定要去做。李家宝来自山东，父母拢是老师，家境真好，但是即卖伊无法度搁再接受厝内金源，经济正做生存的一大难题。有想到过，就是一些非常糟糕或者是极端方面的情况，但是没想到就是能够对中国方面产生这么巨大的影响，因为那只是一篇演讲稿而已。的这样的一个大气，那么对于中国当局而言李家宝做 YouTube 自救，以关心香港的民主未来，但是对着家己的未来是不是当留伫台湾得到庇护，所限就这条路。完全不知道了，先走一步看一步吧。李家宝交学生的期限已经到期，移民署予伊加6个月停留时间，但是希望会当摕到在台登记居留。铜锣湾书店大概是20几年吧，中国共产党要通过管制的手段才有进出这个概念。伊是前香港铜锣湾册店的创办人林永基，因为卖禁册遭受中国迫害，伊甲员工股东连续被失踪，曾经是惊动国际。即马林永基赶快流亡来台，2次申请签证，摕到延登居留。通过书本里面，我会更多了解到底这个文化跟这个专制的政权有什么关系，打开我们看问题一个角度。但是不断的申请签证延长，毕竟不是长久之计。林永基靠网络募资要订开册店，一天就达到280万，而且金额也在持续增加。离投资移民600万已经无远。这是大多数寻求政治庇护的在台流亡者，恐惊无法度像林永基同款顺利。你看吧，你自己看到嘛，难民不停的来，那都在耗用我们 NGO 的资源，国家。这是国家的事通过难民法才有进会嘛，所以我们要求通过难民法。当然啦，依法行事是非常重要的。2016年难民法一读初审通过，但是从此就无进度。政府媒体公布流亡来台人数70天来是高达4万人，但是无法律会使依循，该如何协助因是一大难题。政治庇护通常会遇到2个问题，像是该如何筛选他是不是难民的身份，而另外一个是该如何查核市政。像这一次香港的反送中事件，传出大约有10多名的香港人来到台湾寻求政治庇护，但是问题是我们没有一套完整的机制来做筛选。因为国家迫害，因出走逃难，经过坎坷甲心酸，选择台湾停留告别家乡。流亡者真希望有一个温暖的家，但是台湾这片土地究竟是因的终点站，也是中继站呢？